一个网站叫做创意书房，讲艺人黄子佼为2014年加入这个网站的会员了后，总共下载的影片2259出，当中有高达35个未成年的受害者。不过黄子佼无承认伊的罪行，嘛无愿意甲被害者来和解。今仔日一审的判决出来了，黄子佼被判刑8个月，罚金10万块。 这是一样不会认证吗？会担心老婆被传唤吗？今日来法院规定，终结点点，艺人黄子佼涉嫌持有未成年色情影像，却检方起诉。今日透早一审结果出来，黄子佼被判刑8个月。律师会再上诉吗？ 一审宣判，黄子佼本人无来，由委任律师到场。知影判决的结果了后，律师赶紧刷卡簿拒绝受访问。法院判决书讲，黄子佼是伫咧2014年2月开始加做创意书房会员，销售买未成年的色情影像，数量一笔2259件影片，受害者一笔30个人。不过黄子佼敢若伫咧侦查内底申请缓刑，到法院规定了后改罪不认罪，嘛认为影片毋是虚翕的，无想要和被害者和解。几名被害者请法院判决当日。 廖美法官判黄子佼8个月有期徒刑，并可罚金10万块。很多状况，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。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，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，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。 黄子佼的太太卞景如嘛，叫检方同犯针对影片的证据来作证。如今判决证实，黄子佼扣查扣的色情影像，档案的数量是最佳惊倒人。委任律师讲，会伫咧收到判决书研究理由了后，讨论看卖敢会阁继续提起上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